作為一支成功嘅遠攝變焦天涯鏡頭，Tamron嘅28到200mm f2.8到5.6喺呢幾年可以講話係贏盡一致嘅讚絕好評。呢支鏡嘅功能同畫質有幾好，相信用緊嘅朋友都應該好清楚。而嚟緊即將推出嘅25到200mm f2.8到5.6嘅 G2 版本，更加係可以用驚豔兩個字嚟形容。呢支鏡嘅畫質同操作上同上一代有啲咩分別呢？今次就會嚟到呢度，同大家一邊影相一邊介紹翻呢支新嘅鏡頭。循例介紹下鏡頭嘅資料先。鏡頭焦段由25mm 去到200mm， 光圈由 f2.8 去到5.6， 摩打就由第一代嘅 RXD 轉為 VXD 線性自動對焦摩打。鏡身同第一代一樣有一個 lock 掣，但唔同嘅就係會多翻一個功能掣同 USB Type C 嘅插頭，大家可以自定鏡身功能同 update firmware。鏡頭由14組18片鏡片組成，雖然鏡頭闊咗3mm， 但鏡身嘅重量仍然保持喺575g，filter size 亦維持喺67mm 嘅尺寸。鏡身採用防塵防水滴設計，鏡片面塗有忽塗層鍍膜，令鏡片面更加容易清潔。今次出嘅第二代，大家最關注嘅應該係闊咗3mm嘅視覺效果同畫質嘅表現。呢張相就分別用咗25mm 同28mm 兩個焦距拍攝，可以見到25mm 比28mm 確實 cover 翻更多嘅畫面，而解像力亦比上一代更加有說服力。我哋放大張相嘅邊位嚟睇，可以睇到畫面嘅銳利度同清晰度同樣都係出色細緻。進入咗無反年代，好多鏡頭嘅近攝能力都相當之強，而呢支鏡頭喺25mm嘅最近對焦距離係16cm， 放大率有1:1.9， 可以當半支微距鏡頭用。去旅行用嚟影下食物同埋啲細件嘅就啱晒啦。跟住就睇下鏡頭喺25mm同200mm 兩個焦距嘅對焦效果。平時追焦測試，我哋就通常追人。今次我哋就試下喺日本追下電車。由於鏡頭用緊嘅係 VXD 線性自動對焦摩打，對焦嘅準程度同速度都係相當之快同準，可以睇到對焦點咬得都好實淨，命中率都相當之高。中意影飛機同巴士嘅朋友，呢支鏡頭一定唔可以錯過。
總括而言，作為一支旅遊嘅天涯鏡，25至200mm G2 嘅廣角端提供到2.8大光圈，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賣點。加埋鏡頭嘅高解像力表現，絕對可以提供到一站式嘅攝影樂趣俾大家。而我今次喺日本就用咗呢支25到200mm影咗好多相同拍咗好多片。大家可以睇到支鏡影出嚟嘅相之外，仲可以睇埋拍片嘅效果。而你對呢支鏡頭有咩期望同意見？歡迎喺睇完條片之後喺下邊留言同我哋討論下。當然，最後要 like 同 share 我哋條片，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